勝利圖譜。上星期我哋揾嚟形象設計導師陳子賢 Desmond 講解男性行政人員衣着上有咩要注意，先至可以建立專業嘅形象。今日佢會教各位女士職場嘅穿衣之道。Desmond 話，同男士一樣，女士着西裝褸係權威嘅表現。最莊重同正規嘅上班裝束就係顏色同用料一致嘅西裝外套配西裙。佢話女士西裝褸嘅顏色選擇比男士多好多。即使唔想太突出，只係着黑、白同灰嘅西裝褸，亦都可以喺領同袖嘅邊位加一啲色彩，或者配搭各式各樣嘅襯衣。Desmond 話，女士比男士幸福，因為仲有好多其他工具，好似係化妝同首飾嚟幫手打造唔同嘅形象。耳環就係唔錯嘅選擇。耳環一來咧可以突出一個對比度啦。當別人同你對話嘅時，最容易見到一個地方啦，就喺頭上邊。其實我哋好多時如果面太長嘅女士呢，就可以用一啲圓形嘅耳環呢去平衡翻自己面過長啦。佢個面太短嘅，我哋可以用吊嘅耳環呢嚟去做一個拉長嘅感覺啦。咁或者面就偏方，我哋就可以用一個大圓嘅耳環呢，就將成個面呢平衡翻晒佢啦。Desmond 又話，女士揀絲襪要好細心，而上班一族嘅高踭鞋最理想係高2.5寸至3寸。鞋對女士嚟講係非常重要嘅。咁你可以幻想到，如果一個女士哇，全身都做到好講究啊，着晒西裙，着晒絲襪啊，又有 belt 啊，又戴耳環啊，仲着到4寸嘅高踭鞋呢。基本上你視線唔知望去邊嘅，太複雜咗啦。絲襪第一就係有冇顏色啊？咁好多時咧，女士都誤會咗用黑色嗰就一定係顯得瘦啲。其實黑色咧係一種好重嘅顏色嚟嘅，俾人感覺好有質量嘅。有啲女士咧適得其反，可能用咗黑色同埋另面嘅黑色咧，望上去可能就更加份量重咗。咁如果我哋腳係比較偏粗或者短嘅女士，可以考慮一啲如果有紋嘅絲襪咧，不妨考慮一啲直紋。即係望上去會將自己拉翻長。Desmond 提醒各位女士，若果中意着露趾鞋，就要確保雙腳清潔，收好腳甲，否則着襪頭鞋就會穩陣啲啦。